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有個鞋櫃。廚房係梗廚，有洗衣機、雪櫃、爐頭、抽氣扇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放個4人飯台，有對流窗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放梳化啦。對住就係附近樂園嘅景觀。洗手間係名廁，企缸設計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咗床之外，就有位置放衣櫃。佢三邊有窗，非常光猛。對住亦係樂園嘅景觀。另一個房間亦係放咗床之後，仲有位置放衣櫃。對住亦係樂園嘅景觀。